大家平安，新年快乐！我是尤博牧师，欢迎收听迦南之声。今天2月2号，大年初二要分享的是上主的至圣奇招。我们要读约书亚记8章1到9节。首先，我们要来读今天的金句。上主对约书亚说：你要率领所有能作战的人到爱城去，不要害怕，不要沮丧。我会使你战胜爱城的王，他的人民、城镇、土地将归你所有。约书亚记8章第1节。在我们的人生路上，总会遇到失败挫折的时候。想想当时你是如何在面对你的挫折和失败呢？美国艺人丹佐华盛顿，他在2015年5月9号星期六为迪拉德大学毕业生演讲，说到在1975年3月27日，40年前的3月，在演说的40年前，他因为学业成绩不好，被赶出大学校门。他坐在母亲的美容院里，他自己看向镜中，他看到一位坐在他身后正在烘头发的女性。每当他抬起头，就会看到这位女士盯着他看。透过镜子，他们两个目光相交。丹佐华盛顿不认识他，但是他对他说：给我一支笔，给我一支铅笔，我有个预感。他说：小子，你将环游世界，将你的声音传达给千百万人。丹佐华盛顿说：提醒一下我是刚被退学。他内心在考虑从军，不知何去何从，他正对他的未来茫然。但是这位女士却对他说，他会环游世界，将他的声音传达给千百万人。好，他说我确实走遍世界，也确实将我的声音传达给千百万人，但这并不是我最重要的收获。他说，最重要的是那天这位女士对他所说的话，使他终身铭记在心。他说，我受到保护，受到指引，受到纠正，上帝总是伴随在我的生命中，使我更谦卑。我并非总是追随他的脚步，但他始终伴随着我。因此，追随他的脚步，无论你想做什么，如果你想达成像我这样的成就，他告诉这些的毕业生说，你就采取跟我一样的做法，追随上帝的脚步，在你所做的每一件事上都把上帝放在首位。那么你在我身上所看到的一切，我所有的成就，你认为我拥有的一切，我确实拥有这一些的东西。我拥有的一切都是来自上帝的恩典。约书亚和百姓在爱城失败后，真的灰心丧气啊！他们没有先求问上帝啊。我们之前看到，因为亚干他不遵从上帝的吩咐，因为这个不顺从导致战争失败。这一次我们看约书亚，他汲取失败的教训，
上帝你怎么说我就怎么做，他听从了上帝的吩咐。所以这次上帝给他策略，来挑选3万名勇士，然后要埋伏在城的后面，并你带领一批士兵正面去与爱城人征战，然后假装撤退，将爱城的人引出来，然后让埋伏的人占领那城。哇，上帝给他的策略是这样，要假装失败嘞。如果是你，你会吗？你愿意这样做吗？这是利用爱城的人民陶醉在胜利中的心理策略。万事都是上帝所计划好的，而约书亚要做的就是完全顺从上帝所吩咐的话去做。这一战让我们学习到，获胜的关键在于我们是否顺服上帝的话语。若是听命顺从，就可得胜。希望我们能够铭记上帝是掌管一切征战的主，让我们能够一起学习顺服上帝的话语，才能够经历上帝同在，上帝为我们征战，使我们能够得胜的喜乐。我们来默想，看到约书亚他在第2次攻打爱城前，照上主的吩咐，他完全听命行事。对你有何看法？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天父上帝，祈求你帮助我们，不要因为一时的失败而灰心丧志，而是从这失败当中汲取教训，寻求你的心意，并且顺服你话语的引导，让我们能够倚靠主，得着你所要应许我们的得胜。我们这样祷告，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，阿们。感谢您的收听，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，欢迎订阅并给我们好评。我是尤伯牧师，祝福您新年平安、健康、喜乐。我们下次再见。